台的右边集合，所有裁判请到陈雅玲、陈江波这几位裁判。 司令台上面不做报道的动作，请到司令台。不是找路数哈，又走错了哈，在司令台的右边哈，我怕有弟兄姐妹不知道哈。还有，现在各组长哈，我们的每一项活动的成员哈，如果找到你哈，你要记得你的项目啊，记得你的项目，所以。 你要预备那个项目，如果你不能参加或者临时有事，要跟组长报备一下。如果等一下赛程开始以后，万一你不在哈，我们会问少了你一个，好不好？会不弃权哈？所以记得啊，我们的组长那个方妹张老师跳绳的项目哈。如果自认为很强的，就跟他报名。拔河项哈是青年的，蜈蚣竞走都是青年哈，所以蜈蚣竞走还有大队接力都是青年。早啊，早。自然一点嘛，自然一点嘛。基本的先抓。加油啊！有票啊，要放的话。
主势必失败。主不要将我们今天所有的仇主天上飘着雨，所以我们献上感谢。愿主再次来保守以下时间，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还多多的好意因asyik kamu sinco dodo kamu hawi nukut nu kamu abang Yesus aku itu。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邀请青美教会来献诗敬拜上帝。多多的好意，大家nukut hendak青美akyong kai apasaka tuhma radio apasaka tu kaon ayo kapang。原则是一是，第一个是信心考验力够，上什么？信心，好了，不去高手不开呢，都不去美国接受。那个玛利亚，你是说把自己的卖掉，你上在一上面，你把越学习，当然会呢，越学习过，参加个人的这样活动。这个是特别日子，你们这地方来敬拜上帝，来运动。没有这个身体，就没有健康的我们不能说。今天我们特别见到加尔文，但是生活他的特度不会他话，他因为但是呢，人的解释不承认，人新疆我们到目前为止，对吧？对，那时候我们当一台，大家有问题要听着哦。分秒必争啊！因为看见福音呢不能偏差与信呢一个人一个存在。神的这么个同在，他已经当牧师了。是10月16号米西安，17、18有2天的聚会，我相信我们新美中会要参加这个聚会。感谢主，哈利路亚！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灵带来健康的身体，生活与人际关系，并再来带出健康的丰盛的生命。Kalau tu si kau minta, kalau tu kita minta, kalau tu kita minta, kalau tu kau cakap kami tersiap jom会，哈利路亚。第二个是身体健壮，kalau tu kita minta ini，今天的演奏名啊，6个都立委啊，我看他们2个人呢，真是阿拉那个卡扎卡卡福国的教会，啊，多利个新罗阿米萨教会，公干文化、发言文化，
还有发光。说三个，我们的身体很健壮，但是呢，不要忘记了，个大腕，都够兄弟们当年练，所以内在的生命跟道德赶不上外在物质环境的改变，求神帮助我们。第三个是凡事兴盛，看见我们的教会新北中会，我相信合一带来恩膏，哈利路亚！合一带来希望，哈利路亚！今天有的教会没有参加，高雄太远了，可以有情有可原哈。台中太远了，可以见谅。但是呢，有的教会参加，为什么不参加呢？可能说你们阿美中会，你们西北中会跑得太慢哦，我们很忙的，我们开宣教，我们开布道会。但是今天是我们的布道会，教会需要悔改运动，哈利路亚！归正运动、革新运动、合一运动跟复兴运动，跟我来，悔改运动预备海，悔改运动预备海，归正运动、革新运动、合一运动、复兴运动。而三个你悔改、归正跟革新合一，让我们通过联谊、趣味跟我们的交谈，我看见新北中会是一个非常兴旺的中会，哈利路亚！长老同工到马来西亚宣教，我发现我们已经开始有触角到各地方宣教，我们有陈学生，巴不得有新生的生力军、新的传道人起来，从新北中会发布嗨啊！很多谢，我常常给你新北中会，我们的中会需要什么？需要传道人，哈利路亚！把你的堂址最好的，把嗨健康的都够该，去堂来，讲的好我们说，大家得讲高啊，哈利路亚！我们这么祷告，你都能明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特别向你感谢，我们特别今年到在南部，在嘉义、高雄，重建心灵，重建家园，赐给我们总统跟政府智慧、趣味竞赛、中会更联谊、更同心、更合一，让每个人的身心灵健壮，也让我们的信仰更纯正，更能够那好吗？接下来让大帮起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满心感谢恩典，感谢你聚集了这么多的教会，众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享受你奇妙的恩典。你也透过你的爱，透过你的怜悯，让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是团队的侍奉，合一的见证。说谢谢你，让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彼此的交与联。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教会能够活出健康的教会，使地方能够享受主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时光。求你祝福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教会都是主你所赐福的，让牧长、信徒们能够建立主你的国度在这个美丽的宝岛上，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我们的贵宾、我们的立法委员、我们的议员、我们的副座，以及在座的牧长，以及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使我们领受你在天上所有的祝福。我们现在要献上主你弟兄姊妹的永永远远，阿门。台长，副主委，对不起，对不起，副主委，对不起，我把他降回去。嗨，小林姑来，接下来我们跟他们一起合。嗨，谢谢，好，谢谢他们的莅临跟参加。好。我们请台下所有年轻朋友，可以把你的热情跳出来。我们来到樟树教会，谢谢谢谢。我们来到青年教会、三年教会，我们来到启光教会。在每一天都举手，举左手，拍拍双手，拍左肩呀，拍右肩呀，我是公主，让我们扭扭摇摇，甩甩头呀，尽情摇摆，张开双臂，大声说哈利路亚。让我们举右手，举左手，拍拍双手，拍左肩呀，拍右肩呀，我是公主。让我们扭扭摇摇，甩手，举左手，拍拍双手，拍左肩，拍右肩呀，我是公主。让我们扭扭摇摇，甩甩头呀，尽情摇摆，张开双臂，大声说哈利路亚，哈利路如果不会，要各教的帐篷来继续跳。国小组100公尺竞速，请各教会的选手。陈伟汉，中正陈伟汉，来快点吗？一起吗？哎，第4组、第5组，啦啦队不要超过那个连续跑里面加油平安跑离开跑道也不要，加油，加油，加油！来，花东跑秀娟，花东跑秀娟。加油加油！第一个跑道来到了，哇！第1名到了，花东来，牧人黄以柔，牧人黄以柔。请100公尺参赛完的选手跑完之后，我要在那边点名。好，这边是我们低年级的。跑完100公尺的小朋友记得到司令台上面领奖。来，没有叫到的现在在后。标准的100公尺小朋友，快加油，加油！
我们国小3、4、5、6年级的小朋友，不要怕，继续往前跑。3美开右脚。啦啦队赛哈，新美教会第3、第5安光教会，第6中央教会，第7义城教会，第8张柱教会，第9平安教会，第10东正教会，第11丹凤教会，12。平安黄小鱼，跟我右。跑道上是最后一组的100公尺新小朋友，加油加油！这一棒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加油加油加油！陈教会林家俊，陈教。比赛，请那个在跑道上的观众，我们为这些那个老人家加油，好不好？拍手！白泽人，他们大赛。哎，中年级的100公尺，加油！哦，加油加油！小朋友不要抢跑道哦，不要抢跑道！那个第1名是3美教会的，加油！每个人都要上台领奖。跑道上进行的是100公尺高年级组第1组的比赛，加油！我们一组比赛，加油！最后的比拼啊，小将更加油！可爱的小将加油！快点快点！加油！用力跑用力跑，加油！那个蓝色衣服的妹妹加油！小心小心啊，没有关系，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好，继续选项。给他拍手，给他拍手！加油加油！给他被甩了，这刚跌倒，给他。加油加油！现在跑道的，加油！那个绿色衣服的妹加油！我们帮他鼓掌好不好？加油！现在目前在我们大会广场在排球比赛，是他的非常激烈，提醒。加油！
举了100公尺，加油加油！目前还有3分钟，各位选手还有3分钟，3分钟。现在选手打得正在火热，好，发动价位，快球。来，为大家插播，目前全球比赛有3名战士领先。那么紧追后头的是玉成教会、花东教会，加油加油！那么只差一个圣爱没有报名。好，圣爱现在还在2金序列当中。谢谢马耀牧师的连线。我们最后一道这边是7枚，对不对？哎，7枚，我们一起来7枚。换球，换球，超棒超棒！我们这一道是哪一个教会？啊，崇光加油！哇！还没看过全球是会跳的，加油加油加油！糟糕，播报员又回到3枚的频道。好，3枚加油！好球 bingo！ 目前跑到上进行的是100公尺高年组的比赛。加油加油！加油！哦，好的。快到了，快到了，加油！不要受到影响。夺队的。好朋友加油！好，加油！加油！就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啦啦队就直接进行，好不好？哈。好，谢谢。我们一起啦啦队。我们啦啦队这次我们特别聘请5位指导老师啊。好不好？跟着节奏。加油！现在是美心教会的啦啦队表演。那个身材看得出来，爸爸妈妈养得很好。
请到我们检录处再做复检。好，谢谢美西大会的表演，谢谢。
分，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球员的投球比赛到此结束。谢谢新的教会哈。视线这样不错哦。
谢谢曙光教会今年的表演哈。曙光专注的追求，请再派议员到会场做最后的定夺。参加拔河比赛，当选手调配一下啊，请启光、丹凤、中央、西北世界教会拔河比赛的选手请至。选手刚刚比完赛的，请到台上领奖哈，到主持。阿光教会。
可以阳光对韩文。现在靠右对中央哈，中央舞台中央。
人的表演哈。好，谢谢我们可爱的男天。表演啊，啦啦队积极表演，哇，这个高难度一定要对吗？来快！
Lift things up.好，谢谢我们的金马都结束哈。不过他们这次高难度这个。
比赛一场比赛。中正教会是在外场比赛。 小朋友比赛的那个裁判，好，那个裁判，1、2、3、4、5、6、7、8、9，好，9支上那个你拉回来，我们比赛是个裁判，呀，马上给，呀，第二个赶快把敌人掉扶定，一次决胜负，这样派一个代表3号，所以我们现在尽量你撒网，有没有问题？好，现在。 接下来裁判点哨的时候，请那个你们那一组的赶快把它弄起来，好。好，给他老六。 裁判赶快算一算，啊，那个马少拉的那个鱼的不算，哈哈。哎，我们的树桩还有20条呢。 结束的就到后面好看不会吗？会不乱？稍等雨的第1名联兴教会，第2名安光跟义成，请你们带那个人到司令台领奖啊！中正的，请你们代表领奖。我们把这个比赛在内场地是由
爱跟中正教会，外场地丹凤教会、樟树教会，请到外场地预备。好，我们外场地那边是冠亚军，我们内场地那边是3、4军，把3、4名。好，一场，中正，中正，好，中正。樟树，请到这里，樟树，请到这里。请刚刚参加武功竞走各教会派代表至司令台右侧领取奖品。好，每一队20个人，有6位是国小的，男的10个，女的10个，国小的各3个。大小朋友6个，然后剩下的是大人。好，现在再点名一下，我们现在场中进行的是跳绳要动跳绳比赛。第一组破东20个，顺安20个有了吗？地城在哪里？好，就这样看，好。有没有20个？好，20个。樟树教会，10个男的，10个女的，其中有6个小朋友。好，快点！这是樟树，那个小。好，那个又开始到退后面一点，这样很棒啊！那个都后退，比赛哈，那自己要小心一点，自己跳的时候不要被绳子缠到哈。我们是计时赛，20个人，其中国小的学生男女各3个人。好，所以比赛的时候要特别去注意哈。待会你一定要去从我们前面的三角锥那边要折返回来，你不是碰到就回来了，你要转移。那边我也是在那边。预备。哥哥姐姐加油！你下午要马上跑。再搭一次，他们要是再搭一次，现在有在谈，那个我们的裁判也去清点一下他人数哈，也要算人数裁判。
我们裁判也在评估一下这个状况。好，我们看到这个小朋友还可以跑啊，帅！报出我们的比赛成绩。好，我们非常谢谢第一组，好，阿美组的请起立。你们不是阿美组吗？好，原住民请起立。好，我们掌声谢谢你们拍手，来，请先退到后面去哈。好，你们。我们第二组的比赛结束了哈，最精彩的比赛也就是这样。来，选手请问一下，来那个裁判。我们这边的跳绳比赛结束了，答应平安。刚才我们1公竞走，我们还有2个组还没有比赛哈，因为第一组的那个阿美组把袋子弄脱掉，所以第2组、第3组没有办法比赛哈。所以请预备我们第2组的江树崇光。三美教会教会，美心教会。第
来张罗教会，现在这是6名。非常谢谢啊，当中最精彩的，清洁干净，请把各教会的垃圾现在可以慢慢的集中，拿到我们的门口的右侧啊，集中放在一起啊，请各教会的垃圾这时候慢慢的收集啊，请各教会的垃圾收集，拿到门口的右侧，谢谢。选手请注意，看跳的过程当中，你的手都要碰到袋子。好，我们刚刚这个路人教会有放这个动作啊。拔河成绩报告：第1名张树当栋，第2名钟正，第3名深爱，第4名6名三美、新美、立成、曙光。报道的教会请马上到司令台右侧领。袋子哈，你的手要碰到袋子。
跑线哦，所以他进了一点。手要碰，手要碰袋子。手要碰袋子哦。好，加油！对，起，跳，跳。好。好，加油！很好。精神。那个跳袋子要不会迷路了。你的动，赶快到胜利牌右边领取，连续教会不能教会，你们把我的奖项还没有领取，赶快到胜利牌右侧领取，谢谢。来，您的手。来，安光教会让你继续比赛。赢的第一名，输的第二名。来，等一下。好，来，我们右双手来鼓励一下，谢谢他们精彩的演说。好，我们开始是第二组的比赛，来，请回去。那个各单位的单位牌，请推到外面。单位牌，持单位牌的，把单位牌拿到外面后，要拿到里面。禁止归零。
时候，如果上面小朋友就会停止计时。来吧，双手要抓袋子哦，双手要抓袋子。好，你在跳的时候，双手要抓袋子。来，第二棒请向前就位。我们这边袋鼠跳一结束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大队接力，所以请各单位呢参加大队接力的人，按照规则限定人数参加比赛请准备。成绩报告，跳绳跳动成绩：第1名崇光教会，第2名曙光教会，第3名联心教会，第4名牧人教会，第5名青美教会，第6名圣爱教会，第7名三美教会，第8名花东教会。叫到的教会，请马上到司令台右侧领奖，谢谢。其余没有参加没有报道的项目有参加的都可以领取。
教会，升起来，谢谢。主第第3道崇光教会，第4道七美教会，第5道联心教会，第6道均安教会。请以上所有的参赛的选手听到司令台的。有。男生一路，女生一路。崇光教会，哥哥们好，哥哥们，我们的时间有限，来几个崇光教会，在哪里？崇光，那个不是比赛的先不要来这边好不好？是比赛的你才来，我们等一下人才会。男生一路，女生一路。那个。如果说你跟不上我，就一定要你各单位的棒次排好没有？听我这边，我在这里请你们攻下你们的人，我念到的棒次站起来好不好？6棒人起立，第6棒人起立。来，请你们站出来，来，请出来。民商教会，你的人来赶快啊！2、6、10、14、18。棒。你们16、18棒还是16、18棒？男生14、18。请问你们来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场地都在使用当中，麻烦你们。各位来到综合节目与运动的市民，因为现在是我们这个运动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2000公尺的接力大赛，马上要到了接力2000公尺，我为了安全，请你别在11、15，来几个，好来，来3、7、11，来第4、第8、12、4、8、12、16、20。的起点100公尺起点线那边，好，等一下我会再说这个16、20到那边来过去，好，跟过去，来，请过来，来。启光，来崇光，七美，好，联心，区裁判没有问题，请回手啊！我们的第1道民商，第2道启光，第3道崇光，第4道七美，第5道联心，第6道均安。可以先放着吗？等下再给把你现在10米的身份。好，我们来一下。欢迎今天那个箱子这边。有号码。
方的那个子弹没有？请不要在跑道上行走，以免发生危险。除了选手之外，请不要进入跑道，加油加油！加油！第4棒接头，赶快加油！最上加油！ 来，我们这边第2组的我要点名了，第2组来请退后，来第2组的请退后。玉成教会哪里在举手？来玉成，好，来到后面到后面，各位同学，这边请后退好吗？来后退，玉成教会，请按照1、2、3、4、5、6、7、8，好排出来啊，女生前10上，男生后10上。花东教会。 来，排出来啊！花东，听我的话，你们才会幸福。真的。来，路人教会，好，谢谢，好，最好。当众教会，来，当众，你们是加油加油！有请加油！来，请那个。 请分享吗？全班战术龙考，请派1位到升台领奖。小心，小心，小心！好，目前已经追上了，现在第1名要追上第2，加油！ 秋安教会、樟树教会、龙考教会，请派1名到升台领奖。加油！
大的掌声给他们鼓励加油，精神奖，加油加油！好，教练终于棒，而且是小朋友了，给他最大的掌声，加油，加油，加油！直接带到我们的起点这边来，我这边中间。好，来14、18，请起立。来，请唱出来，来出来，来跟我们。好，来跟我们陈长老，来，跑到那边，再到第3地区，小白跟过去。好，来跟我们林主席林老师。好，剩下的1、5、9、13、17来跟我们，请跟我们。第一团还是胖。曙光教会。第2阶地区，你怎么听啊？第3道牧人教会，第5道当风教会，第4道第5道美心教会，曙光教会，好，加油！大队接力第3组，参赛的单位，美心教会，新美教会来，司令台正中央这边，我在这儿，新美教会，来，我们第3组的请往中间移动，大队接力第3组的单位，来，新美，加油加油！好，请接下来，中正教会，来，请看三美教会，圣爱教会，3美我们排队圣爱，樟树，中央，好，中央教会，好，来这边请注意我这边，来，请蹲下，好，来，请蹲下，来，我们中正教会请蹲下，好。等一下，你们四个一组，5个一组，注意听哦，我的棒是会报给你，然后你跟他排好，来，第1棒、第5棒、第9棒、13、17棒，先站住，1、5、9、13、17，前10棒是女生啊，后10棒的是男生，小朋友很会跑哦，第3棒哦。
好，第二组的人你排好，14、18、18，第二步程，第二步程。搞问题是呢，第4、第5，第5步程过来了，第5步过来了，你说过来。然后13，来，6，我们的点蹲一下，蹲一下，12、13、14、15、16、19，第3棒，先按照我刚才排的，以后我们跟路就好了。来，第3、第7、第11、15、19，排出来。这一场出来1、2、3、4、5、6、7、8、9、10、11、12、13、14、15、19，这边来第4组哦，哎，快点！来第4、第8、12、16、20，是第4组。来第7组，12、16、20，第4组。鼓励鼓励，不要停不要停，哎，加油加油！一样哈，经过森林台的观众给他最大的掌声哈，我们给最后一棒最大的鼓励。这是我们代表花莲跟台东的选手要发挥伸缩。好，那个号码1请带回到这边，号码新的教练来，新的教练。这边有一个黄色棒，来。好，现在这边的选手请蹲下。好了吗？来，请听我这边啊。老师，2、6、10、14、18，来跟着过去。好，火车走喽。7、11、15、19，来数出来。来，跟我们的陈长老。第3道三美教会，第4道圣爱教会，第5道樟树教会，第6道中央教会。第2届地区完成，请拍手。第2届地区完成，请拍手。第3届地区。第4届地区，好，马表归您。谢谢我们。
注意要转弯这样子。是同在我们几个人的后面。这一组的竞争非常激烈，后面的一直在追前面的，前面的一直在跑后面的。器材，请交到我们司令台。我们所有的器材，我们让我们的活动能够进行快一点。在边走的过程中，黄老师，我们唱1000个颂赞美，那边颂是。你可以用跳的，那是1、2、3，来，1、2、3，来，我
耶稣你，哈利，来向左右邻居拍拍手，1、2、3，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赞美主，来，1、2、3，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来是一起的手，但是一起的手赞美，因为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的赞美。哈利路亚，我们老手举起，高举耶稣之名。哈利，来把双手举起来，1、2、3，来，再次善事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我们在等最后几个教会，1、2、3，来，五八八很冷冷，你那不打帮你耶，马达东东来阿巴很冷冷，哈利路亚，大安了也公义旁，把他们记上。哈利，我们请慢慢的，请你快点的善事上来，赞美主，快快来，赞美主啊，快快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快快来，善事来，赞美主，快快来，赞美主，快快来，路亚，赞美主，快快来，善事上来，赞美主，快快来，赞美主，快快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善事上，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大会准备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对不起，从第8名开始。第8名，义城教会，来点烟火，咻棒！好，我们不是透过谁制作，是台湾制作的烟火，来在这咻，行，好，非常好。第7名，牧人教会，好。第6名，圣爱教会，蹦，来，第5名，樟树教会，来，第4名，中正教会，来，第3名，启光教会，来，第2名是3啊，不是，看错了，曙光教会，来，第1名重切，来，第1名来最大的烟火，第1名联心教会，来，请点到。按照顺序。我们在领奖的过程中，我们用一些清唱的音乐来配合他们，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
琴齐唱48首。我们接着48首来献上我们的第一会礼拜。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先让中文我玛利亚，你看看那样，你看一下，看你好吗？我刚刚你说过，比如说按照这样啊，你看不到kalau pulung no sama, isang nama ano ciukai, isang nama ano ciukai niya. Kemudian apa? Tangsa dan dolako. Jika menurut varios orang hama berhinau lo paroja. Kira ni di ayat kami hama ni singgo kakohat. Dosakan saya dia semua ni mama. Parmen o nangan isu, parmen hama isu pulung no wawasan Islam. O soal isu pakaian dia. Henomen paicen pulung no wawasan isu. Pagri kami to maranilah percaya paroja. Pagari yang ditinggalkan dia sama kau dipaturlah, ikai siya abi toren. Amen. 跟耶和华说的话，圣经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困境，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境，强壮的也必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借着神的话来祝福，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请七美教会为我们献诗。新。张有耶和华，有无限欢喜赞美他，唱歌跳舞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要说赞美他，赞美他，闭上你爱情，许多。 我要去。
弟兄姊妹平安。我的讲道不会很长，就5分钟。我大概几点？先你跟你旁边人讲说，你很辛苦，我很欣赏你。我们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特别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他们这次真的是预备了很多的时间。是记载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透过这句话说，软弱的他是力量啊。那他以色列2年，中间有老鹰送到最上去，在短期，它的速度是这么高的。从这个老鹰的记载里面说到，老鹰它的视力非常的敏锐，它可以从天空就可以发现小小的东西，它的肌肉非常的庞大，甚至它可以把小鹿、小羊就从空中就这样整个送去啊。今天神他特别要让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像老鹰一样的视野宽阔的神所高举在这个动作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国家，他们的国徽都用老鹰来做代表。比如说美国啊，他们就用这个白头的老鹰做他们的国徽，代表是他们是很强壮的。啊，这经过我的网络调查里面，我才知道，在其他的国家里面有用到很多老鹰用在他们的国徽，或者是在他们的国旗，比如说有罗马尼亚、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德国、奥地利、波兰，还有其他国家里面，所以老鹰特别是在一个不一样的环境中成长。它跟其他的鸟类不一样，它的视野非常的高，它所飞翔的也不用那么出力啊！一上我就起上7点。如果我们不在神的里面，我们会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翅膀，所以我们不能飞。而这样这些人呢，是认为瓦扬吉他没有老鹰的致命啊！曾经有一个故事说，把一个老鹰放在一个小鸡里面，这个成长，让它长小鸡。而这样子的人呢，就是没有信心。神今天也透过我们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2个翅膀。第一个，我们有1双翅膀，1双翅膀是倒就可以飞起来了。第二，要飞啊！如果我们一直在买啊，信耶稣的人不能只因为我们要跟人家有不同，一点的蚯蚓就张大你的基础啊，不言止善啊！神特别在这个我们的眼目要放远一点。对，有一个故事是1984年在洛杉矶的奥运，他们美国就想说啊，我们美国用老鹰做他们的精神代表，我们就使用一个老鹰从飞机上啊，我们就从一个动物园里面。让这个老鹰飞下来，不幸的是，他们从动物园里面抓这个老鹰，这个老鹰很久不会，很久没有是启动它的翅膀。可惜在那一天，当他放那个鸟笼的时候，这个老鹰就从空中摔下来了，因为它已经很久被关在笼子里面，它不敢飞。我们要像骆驼一样，它有一个信心。神给他一个沙漠地，他凭信心一步走，所以看到所有的动物里面，骆驼可以走在沙漠当中。第四，因为害怕不敢飞啊，生命记说，如鹰要搅动巢窝啊，然后到阿亚古老鹰里，他的母亲会把它踢到他的鸟巢，让它直接去飞。他如果不会飞的话，他的这个母亲或父亲会从空中把它背啊，因为没有愿景就随便飞啊。虽然有些基督徒给他们翅膀那么大，我们会飞，可惜我们乱飞，而且我们浪费我们的力气，浪费我们的生命，除非让你们带给他们意象拿腰。第6点，因为没有任何的意大利，连扫地擦花这件事情来讲。我爱不热情他，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神今天要来提醒我们，燃起你的热情，就像雅各爱上拉结，7年的工作对他来讲都很开心，因为什么？他对拉结一直充满着热心。第7点，因为不敢在凌风里面飞啊，老鹰跟其他的鸟类不一样，它都飞在最上面里面，因为它是靠着凌风，所以今天
我愿第7点是我们今天所有教会的提醒一样，我们不用我们的力量，是靠着神的灵风，我们不很费力，我们可以跟着神的脚步走，神就要祝福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姐妹主上帝，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我们的每年1次的运动会，我们再次聚集在这个地方。感谢主，阿拉亚古卡瓦斯，的确，我们要继续份又去期待我们一天的辛劳，或者是从去年已经开始预备。第二个3个活动，我们把边说，整个比赛中有前有后，有赢有输，都在整个学习过程里面。你们今天参加了，请各教会推派2位。先到我们司令台领取所有的精神奖品。好，各教会请马上推派2名。好，年轻力壮的，潼关、新梅、牧人、中央、花东、圣山、俊安、圣爱、中正、启光、美心、民山、永春。以上念到名字的教会，请你派2个壮汉领取我们今天大会为大家预备的精神奖品。意思是说，今天的总锦标抱歉，先卖个关子好。以后你要参加要尽量那一好的是精神奖品。因为我们就来，我们来一份好的总锦标，就是卖给爸爸来打了，很多个比爸爸看好的。这个大会里面，我们请同工好，大家然后安慰音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是新北市板桥世代黄来部沙拉人你好。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现在是民进党党部副学部主任的一将巴木尔，欢迎到3点教会礼拜。这边就有一个拾过1只皮包，还有介绍我们的发带，这边也有皮包，但是这边只有一个 iTest， 那个7-Eleven的 iTest 卡，还有一个吹角路边停车的卡，不知道是谁的。陆续有非常多的我们邻近的市民特别看重身体的健康。今天我们的仪式即将要结束，谢谢你们。台中3间没有到，桃园的教会我们这样念，梅港、临海，他们路途太遥远当然是台中我们有2个教会，叫这个嘉恩跟喜安，他们又在台中也赶过来。我们现在桃园区有几间教会到，第1间就是这个荣美、乔美跟窦宝奇好，谢谢。我们希望下次让桃园教会的众教会一起参加，好不好？还没稳定了。我们为了领取我们的西北中会2009年庆祝加尔文诞生500周年暨亲子庆会运动，总锦标名次唱开始。第6名，樟树教会总分31分，樟树教会非常气馁第6名非常了不起，请派2位到台上好。我们的第5名分数是32分，义成教会。真好，对。好，第4名33分，树光教会。
好，精神讲座一直。好，奖品。奖品第6个，张说要再派一个大人啊，大人一个，后面一个，大人啊，谢谢。好，第5名，地城教会。好，我们的好，第4名，树光教会。我们请我们的副议长，来。希望爱的爱，感谢人，恩给人，好，第3名，选第3名，青美教会，来，会长，请再来吃茶，会长，好，感谢人，好，第2名，3美教会。我们请议长，议长，议长，我们请3美教会，好，这次好，谢谢，我们这次总锦标联心教会，我们请这次总锦标有附赠一个打木棍。好，来，议长，那个议长，好，这个奖品奖给我们青年来，那个联心教会，好，还有部分，以上我们今天的还有奖品要拿分，好，我们请我们的所有的得奖的教会下台一鞠，掌声鼓励，谢谢，我们的教会要领起。我们最后我们来唱得胜哈利路亚，我们请我们宋正让牧师来祝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我们请副议长宋正让牧师来祝祷。我们一起受神的祝福。Amin.谢谢，听我的奥运就是如此的美丽，将一切献给上帝。我们。